男性的气概，烧酒哪会当来介绍阮的心悲哀？应该着提出勇气来，心爱的，请谅解，事事行行着爱忍耐，心爱的，请等待，无论3年也是5载，总是有一日我会回来，完成咱两人的期待，过着咱幸福的将来，希望你自重自爱。提出着男性的气概，烧酒哪会当来介绍阮的心悲哀？应该着提出勇气来，心爱的，请谅解，事事行行着爱忍耐，心爱的。等待，无论3年也是5载，总是有一日我会回来，完成咱两人的期待，过着咱幸福的将来，希望你自重自爱。
上底后来，不是流着目屎来，就是目睭边会红起来。伊要怎样对我辩解，已经看破来。因为我是男性，不是男性。因为男性无水电，流着目屎予人看。虽然心内是参考，勉强暗着人知影。亲像要拖出阮的心肝，装着笑容无忧无愁，已经看破来。因为我是男性，因为是男性，因为男性无水电，流着目屎予人看。吐出心内的阮火，怎样伊会晓心做伊走去？当作昨日一场春梦，已经看破来。因为我是男性，因为是男性，因为男性无水电。流着目屎予人看。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，免怪伊，请你放心，我的阿妹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圣土。不过我是真勇行的。请你也保重。回来寄予你，希望会平安过日，我的阿妹。想伊是强强离开，想伊是强强离开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圣岛，一
不过我是真打拼的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寒冷的冬天，夏天的三更暝，请保重，唔通伤亡我的阿妹。期待着早日相会，期待着早日相会。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新都，不过我是会转去的。妈妈，请你也